上個月喺日本北海道雪地嘅私人露天風呂，謝霆鋒前膝跪地拿出當年結婚同款鑽戒，求張柏芝復婚。呢一句呢10載我終於明白乜嘢最重要，你願唔願意俾多個重新開始機會，徹底震動整個華語圈。王菲早已知曉大方送上祝福，仲有門票炒到17萬嘅啟德演唱會，被90後王嘉爾隔空合唱搶盡風頭。呢場橫跨20幾年嘅豪門連續劇，昔日金童玉女喺無數分分合合、風風雨雨後，終於正式破鏡重圓，正式復婚。消息一曝光，立刻引發網友瘋狂熱議，粉絲喺留言區激動喊：終於等到呢一日！復婚消息公布後，網友拍到溫馨畫面，謝霆鋒、張柏芝帶住2個仔 Lucas 同 Quintus 一同出遊，一家4口罕見同框。畫面裏，霆鋒一手攬住柏芝肩膀，另一手輕搭喺 Lucas 身上，臉上滿係幸福笑容。柏芝身穿白色連衣裙，優雅靠喺身旁，與小朋友說笑打鬧。Lucas 同 Quintus 蹦蹦跳跳，逗得父母大笑，主動牽住爸爸媽媽嘅手。過往離婚陰霾消散，網友感慨太感人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復婚經過長時間慎重考慮，兩人離婚後保持友好關係，為咗 Lucas 同 Quintus 健康成長，處處顧及。催化劑係2個仔 Lucas 曾直接同霆鋒講：爸爸，你同媽媽可唔可以好似以前咁？呢句話徹底觸動霆鋒內心最軟嘅地方。雙方親友助攻，狄波拉拉姑同謝賢多年來讚柏芝好媽媽，勸回歸家庭。柏芝家人亦認可霆鋒用心關愛，兩邊親友私下創造見面機會，慢慢促成感情重新萌芽。大家好奇霆鋒與王菲關係，據悉王菲早已知曉復婚消息，私下向霆鋒送上祝福，展現豁達態度。好友透露，王菲認為感情唔可以勉強，既然決定重新開始，佢樂見其成，祝大家幸福。通透心態獲網友點讚，拿得起放得下。值得一提，霆鋒此前曾涉及引發熱議嘅案件。據聯署接到舉報，某年初3月23號凌晨，霆鋒駕車發生撞毀事故後，有3名男子共謀逼佢離開現場，涉事警員亦捐入，其中被稱為頂包案。案件喺同年11月18號作出覆核裁決，維持原判。霆鋒需履行240小時社會服務令，涉事警員被判刑半年。控辯雙方均有權喺14日內提出上訴或覆核。從決定復婚那一刻起，一舉一動成為焦點。霆鋒早在去年就悄悄搬到柏芝香港豪宅附近居住，方便照顧孩子，亦讓兩人重新適應共處，情感脈絡早有痕跡。2002年12月，媒體曾報道王菲與霆鋒復合。2003年1月，柏芝公開承認此前對霆鋒錯付感情。同年12月，電影《無極》開機，分手後首次合作。當初復婚契機出現時，柏芝起初有些猶豫，擔心過去不愉快重演。霆鋒用實際行動打消顧慮，三人這些年始終保持互相尊重態度，無惡語相向。網友反應熱烈，有人喊係今年最棒消息，有人睇到一家團聚忍不住哭，送上真摯祝福。關於婚禮籌備，兩人暫未披露具體安排，大概率選擇低調舉辦儀式，只邀請最親近家人好友出席，無意鋪張作秀。雖然品牌方同節目組爭取贊助與獨家報道，答案係目前仍以家庭為重，暫不考慮商業合作，專注家庭溫馨。對 Lucas 同 Quintus 嚟講係最珍貴禮物。過往狗仔隊常拍到孩子僅與柏芝生活，父親角色缺位係遺憾。如今霆鋒重新回歸家庭，孩子能同時享受完整父愛母愛。專家指出，家庭和諧對孩子成長至關重要，直接影響心理狀態。重修舊好帶來心理安慰，學會珍惜包容，愛與時間戰勝一切，幸福拉開序幕。求婚細節浪漫感十足。上個月，霆鋒特意安排家庭旅行，帶柏芝同2個仔去日本北海道。白雪皚皚夜晚，溫泉旅館私人露天風呂，霆鋒突然單膝跪地，拿出當年結婚同款鑽戒，心情告白：呢10載我終於明白乜嘢最重要，你願唔願意俾多個重新開始機會？柏芝瞬間紅咗眼眶，淚水止唔住流。2個仔開心地又蹦又跳，嗌媽媽快答應。在柏芝點頭一刻，一家4口緊緊相抱。旅館工作人員感動落淚，霆鋒悄悄準備小型煙花秀，映照一家人笑臉。被封年度最浪漫求婚，復婚後搬到霆鋒名下香港淺水灣豪宅，開啟新生活。設計師爆料巧思，主臥室用溫暖大地色系擺放年輕合照同近年全家福，兒童房設計成兄弟倆一起玩耍空間。霆鋒親手喺牆上畫童趣塗鴉，最特別係超大中島廚房，因為霆鋒依家特別愛下廚。
想多啲全家料理互動時光，霆鋒早已唔係當年拼命三郎，清晨親自入廚房整早餐，要去菜市場挑選新鮮食材，記得柏芝同孩子愛吃嘅口味，親手幫兒子整書包檢查作業，工作態度亦有轉變，主動減少工作量，保障活陪仔踢波，老友調侃工作機器居然為仔推工作。柏芝閨蜜補充，柏芝關注霆鋒改變，明白陪伴先係孩子最需要，婆媳關係今非昔比。當年離婚傳拉姑與柏芝關係緊張，隨時間推移同兩個仔調和，隔閡消散。拉姑係最大推手之一，經常約柏芝飲下午茶，親手教煲霆鋒小時候愛飲嘅湯。拉姑生病住院，柏芝每天帶孩子探望，親自煲湯照顧。狄波拉1980年生低霆鋒時就重視家庭，如今全力支持，復婚後培養健康新生活習慣。深水灣豪宅附近晨跑日常，霆鋒跑喺最前面，每跑一段就停低等柏芝同孩子跟上。沒跑完步去附近咖啡廳食早餐，兩個小朋友有禮貌，見鄰居主動打招呼，家教非常好。柏芝常喺自家花園練瑜伽，霆鋒有時加入，增進感情，保持健康，陪伴孩子。對孩子教育唔含糊，近日家長目擊夫妻倆帶兩個仔去香港知名國際學校面試，霆鋒穿正式西裝，柏芝搭配優雅裙裝，孩子打扮精神利落。面試員喺學校操場散步，耐心講解校園環境，家長感慨用心。為咗彌補錯過嘅時光，霆鋒規劃家族旅行，私人飛機出行，上個月帶全家喺私人飛機停機坪飛往馬爾代夫度假。小朋友興奮問飛機問題，霆鋒耐心解釋，帶去駕駛艙參觀。柏芝全程笑容狀態好，徹底睇唔出係3個孩子嘅媽媽。偏愛柏芝於2022年秘密生低第3子。這架私人飛機係霆鋒去年購入，改裝家庭娛樂區同舒適睡房。未來計劃帶孩子去歐洲、非洲拓展眼界。家庭聚會，拉姑拉住柏芝手，水水叨叨像親母女。隔下煙消雲散，拉姑常約飲下午茶教煲湯，柏芝煲湯照顧住院拉姑。事業規劃方面，多家電視台天價邀約夫妻檔實境秀，均被婉拒。節目製作人透露，兩人有初步構想，打算共同主持家庭料理主題節目，邀請圈內好友展現居家生活。兩人平時一起下廚，霆鋒做菜，柏芝擺盤，兒子幫手，畫面有趣。公益方面，籌備成立幫助單親家庭兒童基金會，源於自身經歷。霆鋒表示經歷過單親家庭困難，清楚孩子需要乜嘢。基金會提供經濟援助同定期家庭日活動，親自參與鼓勵困境家庭。私人聚會，柏芝提及分辨，坦言當年分開係必要，如果冇那段距離，永遠唔明白珍惜。嗰時太年輕，把感情想簡單，依家更識溝通。霆鋒主動講心事，聊工作給空間，成熟模式係重修舊好關鍵。Lucas 係小推手 ，Lucas 過生日許願，希望爸爸媽媽重新喺返一齊。霆鋒當晚私下同柏芝講，認真考慮孩子想法，生日願望成真。Lucas 同同學炫耀，爸爸媽媽又喺一齊，每天超開心。浪漫重遊，帶兩個仔重遊老夫子2001取景地，定請作兼經典。霆鋒特意揾嚟同款衫，喺海報同款姿勢重現經典姿勢，兒子哈哈大笑。睇花絮講故事，串聯回憶同幸福。圈內好友祝福，陳奕迅表態早該咁樣，要大圈走回正道。林心如感動表示真愛戰勝一切。王菲私下聚會表示佢哋本來就好合適一對，重新開始真為佢哋高興，展現天后風範。基金會公益推進。霆鋒此前喺香港啟德館舉辦演唱會，璀璨盛宴，後續發酵，嘉賓成焦點。第3天同次日重磅人物，第3天 Lucas 18歲 Quintus 15歲現身，容貌俊朗，老大神似霆鋒老二，大柏芝神韻，眾星雲集關注。李嘉欣與許晉夫婦前排，英皇老闆楊受成親自陪同。睇喺許家心口根基，許家豪門地位不容小覷。何超瓊帶線女曾超儀到場支持，包廂金色連衣裙搭淺藍牛仔外套，63歲狀態好。何超瓊妹妹何超儀同霆鋒係鄰居兼多年莫逆之交，曾超儀係霆鋒忠實粉絲，舊年澳門演唱會捧場。何超瓊與許晉同場刻意避嫌，昔日轟動世紀聯姻。感情真摯，性格差異離婚，賭王大怒，抨擊許晉斷絕與許世勳朋友關係。許利盛大婚禮，何超瓊自家酒店大堂展示啲婚紗。何超瓊與許前女友劉嘉玲係深厚好友。次日，王菲悄然現身，獨特魅力蓋過全場隱形焦點，自帶光環。霆鋒與王菲將柏芝長達20年情感糾葛，堪稱經典。20年重啟個人演唱會。
2025年1月官宣進化演唱會預約破100萬，開票一票難求。2月加場，黃牛票炒到17萬。狄波拉成陪跑者，霆鋒人生軌跡。1994年14歲後台攞王菲簽名，珍藏印簽名父子。1999年王菲與竇唯結束婚姻，帶女兒定居香港。2000年慶功派對後世紀牽手，相差11歲。2002年4月第一次分手。2003年2月爆同遊泰國。同年6月梅艷芳調和再度復合。分手半年後再度分手。2005年王菲李亞鵬結婚。2006年霆鋒柏芝領證結婚，照片門後站在妻子身旁。2010年 Quintus 出世，2011年離婚，王菲李亞鵬離婚。2014年雙雙單身風飛世紀復合，守11年。何超瓊同李嘉欣寧同框，何超瓊事業家族責任接班人，李嘉欣嫁入豪門御領家族基金名媛圈。霆鋒事業一路高歌，星二代2歲拍廣告，最佳新演員。2003年開設後期特效公司，一款敲牆國內連續3年銷量第一，創15億銷售額。演唱會等待20年，豪宅千萬巨型懸浮球裝置無死角沉浸觀看，篩選金曲冷門佳作，玉蝴蝶告白王菲，英皇藝人容祖兒 Twins 等王嘉爾隔空粵語 rap 坐鎮全息合唱，推向頂點。霆鋒發文多謝王嘉爾。2010年韓國練習生，2014年出道，2015年轉至內地，眷粉無數。再次提及舊文頂包案，某年3月23號凌晨駕車撞毀事故，聯署收到舉報3名男子共謀讓他離開現場。